老头无意踩到佛祖坐下莲台，岂料竟意外打开通往宝藏的机关。只见佛座供桌底部，一个石板暗门缓缓开启。七长发来不及多想，捡起火烛便躬身钻了进去。穿过一条甬道后，一间纯金打造的地下宫殿映入眼帘。这里美轮美奂，金碧辉煌，使得七长发大开眼界。原来传说中的连城宝藏果真存在，这里满屋皆是奇珍异宝，就连墙体和柱子都是24K 纯金定制。七长发痴痴地抚摸着这一切，不禁癫狂大笑。我找到了，都在这儿啊！随后又痴迷地将里面所有珍宝都抚摸了一遍，这才心满意足地从密室钻出。他小心翼翼地将机关复原，岂料就在他转身之际，胸口却被人点中了穴道。狄云看见此人也是一惊。3师弟能找到这里，2师弟也能找到这里，难道你们就忘了你大师兄也能找到这里？上次你没有掐死我，没想到早晚还是要死在你的手里。师兄弟间多年来机关算尽，就是为了今天的连城宝藏。眼见尘埃落定，万振山也问出心中疑问：我掐死了你，把你系在墙的夹层里，你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七长发心情经一番大起大落，现在根本不想搭理大师兄。只是即便他不说，万振山也想清楚了其中关节。原来当初七长发在万振山杀他时，偷偷使用了闭气之法，然后趁其放松警惕从墙中爬出，随后再将墙给砌好，偷偷溜走。只是有块砖头未给砌好，过分的突出，这也是导致万振山后来梦游砌墙的原因。可七长发的毒辣远远不止如此。七老三呐，你真够厉害的！你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女儿成了我的儿媳妇，你居然还不现身，这是为什么？落于万振山之手，七长发至此也不再隐瞒。我女儿偷了我的剑谱，藏在山洞里，你以为它是什么好东西啊？此话一出，万振山倒没觉得惊讶，可藏在房梁上的狄云内心却难过之极。为了一本剑谱，这个曾待他如亲生父亲的男人，竟置自己女儿于不顾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再问你，这么多年，你到底藏到哪里去了？说。原来七长发逃出来后乔装打扮，在荆州城开了一家书店，充当幕后老板的同时，一直在暗中研究连城宝藏的秘密。行了，废话少说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从自己三师弟口中将所有的疑问全部解开后，万振山也不再留手，抽出长剑就要送七长发早登极乐。可关键时刻，他挥出的长剑和手臂全都掉落在地上。原来是目睹一切的狄云，还是在最后时刻出手了。这反转的一幕，使得七长发愣在当场，直到狄云换了半晌，他才喃喃开口：“你是云儿啊！刚才这些你都看见了？我看见了。